午安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樓王陳桂龍。嗱，今日帶我大家嚟到舂坎角嚇，港島嘅舂坎角。咁啊，你見到咧，我嘅身背嘅後置位置咧，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嚿嘅石，係嘛？咁呢嚿石咧，咁又即係當然咁講啦。喺風水學嚟講咧，呢啲嘅大型嘅石咧，如果佢出現喺我哋嘅家居嘅旁邊啊，或者比較近啲嘅巒頭啦，風水學嚟講唔係太過理想嘅。嗱，咁我哋話呢嚿石咧，你要睇到啦嚇，屬唔屬於曉岩怪石咧？又未必完全係咯。但係咧，我哋話咧係一啲造型奇特嘅一個環境下，而係產生個造型奇特嘅物象啦。相對嚟講呢度係會扣分嘅。嗱，咁我哋話咧，如果相對嘅家居裏邊咧，會見到呢啲嘅石嘅環境下咧，我哋不妨可以擺翻個鎮宅嘅龍龜嚇。咁我哋話龍頭龜身嘅物象咧，有穩定氣場嘅作用。咁所以話咧，大家不妨可以參考下。嗱，好啦，咁我哋話唔理想嘅形巒咧，其實係區區都會發生。咁我哋講緊香港嘅18區啦，總之你自己屋企嘅家居嘅附近咧，發現咗呢啲嘅情況下咧，的確可以做啲風水上面嘅改善。以上嘅資訊希望可以帶到唔同嘅利益俾大家。大家如果想多啲了解風水上嘅資訊咧，不妨瀏覽多啲個網站啦、Facebook 啦，或者我 YouTube。多謝大家，我係風水樓王陳桂龍。